大家好，歡迎收睇澳門六錯第2025335期嘅攪珠直播。今日係我 Wendy 為大家主持本期嘅現場攪珠。大家可以見到一部六合彩攪珠機，入邊有1至到49個彩色球碼球，已經由下至上，仲有至右順序排好。跟住落嚟，我哋即將開始澳門六錯第2025335期嘅現場攪珠。第一個攪出嚟嘅號碼係8號。第二個號碼係20號。第三個號碼係37號。第四個號碼係46號。第五個號碼係16號。第六個號碼係41號。最後一個特別號碼係31號。今期嘅澳門六彩已經順利攪出，我再為大家重複一次，咁分別係8號、20號、37號、46號、16號、41號，特別號碼係31號。如果大家想查詢澳門六彩嘅中獎結果，歡迎瀏覽我哋嘅官方網頁。今期澳門六彩就此結束，多謝大家收睇，拜拜。